有一個歌手叫做黃鴻升，外號小鬼，已經過身啊。講台中北屯有一間國小，半暝2點外，學校的廣播系統突然間放送伊的歌，而且是一直來重複放送將近20分鐘，甲附近真濟民眾吵精神。是警方接到通報趕到場，加上學校趕緊甲電源切掉，才總算來停止。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代誌呢？學校懷疑有駭客侵入到學校的廣播系統。廣播放送的歌聲回破半暝的點鐘，民眾窗仔拍開，想要知影聲音佇倒位。這是廣播原來音樂來源就佇咧台中市北屯區一間國小，從半暝2點，學校的廣播雄雄開始佇咧放送已經過往的歌手黃鴻升的一首歌。歌手雖然浪漫地區，不過放歌的時間點佇咧半暝啊，嘛差點住戶佇咧休困。播出20幾分有吧？那個小鬼的音樂，一直連播那一首，他那個還有回音共鳴。哦，蠻吵的，放那種超大聲的歌啦。學校發現廣播系統無正常，隨甲電禁掉。只是校門外早就寫講，外人會當入來時間點，當時半暝2點外，照理講沒有校外人士佇咧學校內底，到底是誰半暝佇咧學校變鬼變怪咧？因為我們這一套系統呢，都是廠商遠端在進入系統來遙控，所以現在就是分析，大概就是朝向異常入侵的狀況來處理。廠商講，佫佇咧調查了解，學校解說未來佇咧檢修的時間，包括放學了後含假日，電攏會禁掉，才袂佫佇咧半暝去吵到人的面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